中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初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昨昏是一菌头增加24例，创下8个月以来高一日的新高，其中有20例拢是印尼的移工。那对今日开始，咱国内要启动秋冬的防疫专案，入境台湾也是搬飞行机的旅客，拢爱隔3天内核酸检阴性的报告。所以昨昏不少人拢赶紧回来台湾，嘛，互桃园机场入境人数大增加。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若准真正提报报告、签切结束，嘛是会使回来。对印尼雅加达登来台湾的华航 CI762班机，11月30暗时8点半降落伫咧桃园国际机场。因为印尼的疫情拖甲真紧，是目前东南亚确诊病例甲死亡人数上侪的国家。30个一天新增加4617个人确诊，真侪人拢穿规套的防护衫，甲防疫工作做好。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已经就是尽量禁止让我们出去，去减低那个染疫的风险嘛。可是其实外面每一天都是4、5千例都在增加，所以印尼当地真的是蛮严重。来接机的华航地勤甲劳动部人员嘛，拢是规身躯包起来。100外旅客当中，印尼移工就占62个，真侪人拢已经知影12月初4开始，台湾暂时停止印尼移工来台湾，嘛有人感觉真好加载，早就排好啊。2个礼拜不能来。我知道了。原本就是今天要来台湾，对不对？对。另外一架联合航空 UA871班机载342个旅客，嘛伫30暗时拄美国旧金山到台湾，因为12月初1开始，入境登来台湾的旅客必须要交3天以内核酸检验报告阴性的证明。有民众趁新制开始进前登来台湾，嘛有人指出，伫美国当地医药检测不一定72小时以内当摕到。现在量增加了嘛？增加以后检查的人很多，所以那个 schedule 不好排。假如说我现在特别要检查要3天里面的话，可能我那个报告啊就拿不到。我想这还是看那个当地检测的速度，因为最近如果美国检测的人比较多的话，他们速度会拖得比较慢。这2天桃园机场入境的旅客明显增加，29总共有4532个人入境，从8月份以来高一天入境的新高。30统计嘛有1652个人到台湾。指挥中心表示，预计这段时间会有回国潮，确诊人数可能会增加。好加在目前国家医疗量能也阁算充足。记者综合报道。印尼疫情严重，最近咱有真侪病例拢是对印尼来移工。疫情指挥中心昨嘛阁宣布讲，阁有6间小介印尼移工的中人公司爱成冻点。那咱国内对12月初4开始，嘛要暂停引进印尼移工2礼拜。安尼敢会影响咱国内的照顾人力？这嘛引起讨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暗宣布，印尼疫情真严重，自即马开始新增加将援6间印尼中人公司中人移工来台湾。到目前为止，总共有14间中人公司暂时放列伫名单内底，无论敢有摕到签证，拢爱接援1间。另外，指挥中心宣布，到12月初4开始，暂停引进印尼移工来台湾2礼拜。以台湾目前的产业甲社会移工数量来看，70万的移工当中，有26万外的人是对印尼来的，特别分出社会类的移工有25万人，而且以印尼19外万人上济。越南甲菲律宾拢无甲3万，所以目前接援印尼移工来台湾，可能会冲击到国内的照护人力需求。断然说，以一个国家的这个案例就去暂缓引进的话，其实对这个使用者或是有重度失能家庭它其实影响蛮大的。隔离方式提供隔离的床位，来去让这样的疫情可以被控制住。本劳的话，现在一天原本是2200块钱，现在涨到2500块。那我们的家庭类的看护工1个月含加班费将近2万块钱，请不到合法的外劳，外面就很多女佣逃跑，然后获取很高的薪资。我们当然是希望政府赶快再开放别的来源国，譬如缅甸、印度。中人的业者指出，印尼移工来台湾，大部分以照护产业为主，有真侪民众申请要1年啊，阁也未找到人，建议相关单位要考虑其他的配套措施甲代替方案。人家其他国家的来源国这一部分我们都在积极在进行中。那也让雇主跟移工可以做一个协商，放宽他们在台湾呢停留的一个居留的一个期限。
劳动部处长林三桂强调，讲考虑到国内照护需求，会配合指挥中心的防疫政策，而且嘛强调讲，因为疫情限缩印尼移工入境，还有印尼从明年开始推动的零付费政策，袂当南参做伙。毋过这拢是劳动部后续会积极处理的事务。记者综合报道。在做伙关心天气，今日咱继续受东北季风影响，伫北部、东部规港较寒冷。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有低渐雨。早起气象局针对台北、新北、基隆、花莲发布大雨特报，那宜兰是大水雨特报，新竹以南是侪云到好天。各地气温大约是17度到19度。今日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南投的中寮，敢若14度8。明仔载东北季风会略略减弱，温度会小可回升。也毋过拜四暗，佫有一波冷空气会交汇，温度佫会下降。上冷的时会出现伫拜五的透早。咱台湾即马当咧欠水，目前经济部有打算要伫新北市的双溪，也佫有苗栗甲台南起3座新的水库，也毋过起水库爱评估，目前当咧讨论。水库的水位持续降低，台湾欠水的危机一直加悬。渭水二四水库的即时水情，会当看到台南的詹文水库跳水量敢若23.06%，苗栗的明德水库甲南投的雾社水库跳水量嘛无到20%，台南的白河水库跳水量敢若7.67%，拢属于危险的等级。加上气象局预估，明年的2月份至4月份，要是反盛冷的现象，雨可能会较少。目前经济部规划伫新北的双溪、苗栗的天花湖，还有台南的南化起3个新的水库。若佫加上甲全台湾7个水库的关度起较悬的计划，两个加起来，按算会当帮助台湾度过可欢的时期。我们不会有时间表，因为三座水库的新建，地方以及我们环保界、生态局都还有一些意见。那我们会以最开放的态度跟他们持续的沟通。水利署表示，极端的气候会是常态，加上政府拍拼打造台湾成做高阶的制停中心，用水的量一定会增加。台湾的地形要甲水资源留调的有较困难，起水库来欠水是一定爱的。按算台南南化第2水库完工了后，一天会当提供17万吨的水；苗栗天花湖水库一天会当提供20万吨；新北双溪水库一天会当提供12万6千吨。不过目前除了双溪自家的环评报告已经完成，天花湖佫伫进行生态补充的调查，那南化第2水库也佫当伫规划当中。中央跟地方一定要合作，尤其要倾听地方民意的声音，更重要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其实这个叫做宁可绝井，盖新水库，像现在其实像人工湖、浮流水、再生水，这些都要好好去应用的。环团认为讲，用增建甲水库的关度起较悬，并不是真正治本的做法。而且伫风水期愈来愈低的情形之下，水库起较悬了后，下底积的土沙嘛愈来愈严重。按目前水利法规定用水的顺序，是家庭用水、甲公共用水，过来是农业用水、水利用水、工业用水等等。不过，今若大概欠水，拢会先听农业用的，所以呼吁政府应该要是爱检讨用水较上中单位的水钱。而且明定放水费开始征收的基停，才会当解决水资源欠缺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设油的前组长不法收乌西钱，用劳动基金来炒股票。劳动部表示，伊是因主动抓到，以上法办。若根据了解，劳动部伫民国106年顶半年就出公文要甲伊调职，结果伊反抗，全无消息。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为着要整顿工业主体，规定讲伫工业区内底袂使设户口，若是互抓到爱互罚。台北市议员潘怀宗是表示，市府安尼做只是刁难着税厝的人，甚至害着一寡囡仔无户口无法度读册。来看《澎湖日报》，腰鞘癌有8成的患者，从确诊的时、发现的时，拢已经是末期啊，无就是癌细胞已经转移出去啊。治疗的效果拢有限。不过呢，国家卫生研究院即马上新的研究是发现讲，用新的化疗的方法，会当有效来控制癌细胞，会当延长存活期加1冬。咱国内有病院用这款方式在治疗，成大病院已经有几若百个患者接受治疗。再镜头来香港，来关心香港的疫情，即马哪来哪严重？昨昏卫生增加76例。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是开记者会，伊认为讲社区内底有一寡也无发现的感染者，嘛宣布讲对明仔开始，香港的学校要扩大停课，若公务人员伫厝内上班，还有一寡网络场所已经袂使做生意啊。香港疫情急速恶化，近一礼拜以来已经总计超过100例源头不明个案。30下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亲身来召开疫情简报，讲30个新增加76例确诊，并且头一摆承认疫情非常严重，社區恐驚存在看不出來隱形傳播者。本港發生嘅新一波疫情呢係非常之嚴峻嘅。昨天呢係接近4個月以嚟首次我哋嘅確診個案呢係突破咗100宗，每一宗嘅源頭未明嘅個案呢，都係顯示喺社區裏邊存在咗一啲隱性嘅傳播者。另外，跳舞群組繼續擴大，到10月底已經有519例相關個案，也擴及學校、公務員甲養老院。香港教育局宣布，12月初二開始，全港幼兒園甲各中各小全面停課到聖誕節假期了後，公務員必須佇厝上班，電玩場所、麻雀館，也有卡拉 OK 也關起來。餐廳今日營業到暗時10點，一度限制2個人。調全港學校將喺今個星期3，即係12月2日咧，就停止面授課堂。政府嘅僱員係唔需要翻嚟寫字樓辦公，係留喺屋企工作。用電腦上堂有啲唔方便咯，用書教咧會教得好啲咯。有時啲網絡會好卡咯。李港府也強制要求所有養老院全職人士院舍職員在12月14之前進行新冠病毒檢測。If they are required to do the COVID-19 test, if they don't, violating regulations, they will have a penalty. Each one will be 2,000. 林鄭月娥也建議，所來違反限聚令、催暗令，也有強制檢測命令的罰款會對2000提懸到4000塊。港府宣布，為了加強檢測做法，已經訂用2間酒店，提供800房間做檢疫隔離。記者綜合報道。國際上要緊來關心全世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即馬也閣咧傳，也閣咧增加。即馬自全世界確定病例已經超過6300萬例，死亡人數有146萬人。咱來看上新的統計。咱台灣昨昏有新增加24例，目前咱台灣計共675例。中國嘅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6300例，日本是超過149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嚴重嘅前3名是美國、印度甲巴西。美國已經超過1300萬例，印度超過943萬例，巴西超過631萬例。伫歐洲嘅國家西班牙超過166萬例，法國超過227萬例，伫英國是超過163萬例。鏡頭來美國，頂禮拜四是美國嘅感恩節，就算防疫人員呼籲民眾莫出門，不過也是有人拍走。即馬有專家就煩惱講，到耶誕節這段期間，美國嘅疫情會拖真緊。根據外國媒體引用嘅統計資料，美國喺過去這一個月以來，因為感染新冠病毒帶院嘅人數，日頭增加到93200多人，過一天新增加嘅病例，喺20嘅時陣達到204100多人，是到目前為止上懸嘅記錄。另外，為阿拉斯加到西維吉尼亞州，為俄亥俄州到加州，美國有16個州，喺21到27這一禮拜內，平均新增加嘅確診病例，攏小連續創下當地嘅記錄。針對這點，各方攏甲疫情加速拖開嘅原因，指向大家過了嘅感恩節。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 TSA 指出，敢若是感恩節前一天25，就有超過107萬嘅人次出入美國各地機場，是疫情爆發以來上懸嘅記錄。到感恩節為止嘅一禮拜，人數嘛要到600萬。針對這點，無論是川普政府嘅防疫主管，也是拜登團隊疫情小組嘅領導人，攏感覺無啥樂觀。預估未來2禮拜，新增加嘅病例甲住院嘅人數一定會大大增加，嚴重衝擊到醫療體系。不過，美國嘅國家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認為講，趕緊好好來處理，也是有機會。It is not too late at all for us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because as we travel back, to be careful. When we go back to where we are, to just continue to do the things that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particularly now as we get into the colder season and as we approach the Christmas holidays. 因為西方嘅加州就是16個禮拜平均新增加確診破紀錄嘅所在之一，所以喺南加州嘅洛杉磯了後，北加州嘅舊金山嘛為當地時間30開始，到聖誕節進前12月1日為止。
每一天暗时仔10点到过顿工透早5点，禁止无共家庭的民众伫咧同一个室内，嘛禁止非必要的商业活动。也若伫咧东方的纽约市，公立学校暂时停课了后，按算12月初7会重新搁开放，条件是按每一礼拜拢进行新冠病毒的体检。也若受到影响的学生，按算会超过110万人。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来关心国际脚球名星马拉多纳因为心脏病过身，伊家属怀疑是医疗疏失，所以检方目前以涉嫌非自愿误杀的罪名，正在调查伊的私人医生。阿根廷25失去脚球国宝马拉多纳，即马是传出这个月初替伊动手术，提出脑里血角的神经外科医生卢克去互调查。警方礼拜即天敲出伊的办公室甲徛家，甲真侪资料摕走，受到真大压力的卢克，规气召开记者会讲互清楚。伊表示马拉多纳是伊的朋友，而且坦白讲，伊有性酒精甲性药物的问题。迄当阵马拉多纳心身拢出现状况的时阵，是伊苦劝好朋友来接受治疗，伊甲医疗团队拢已经尽力。No escondo nada, no hay nada que ocultar. Acá yo hice lo mejor. Y más, estoy orgulloso de lo que hice, estoy orgulloso de lo que hicieron todos los médicos con Diego. Y obviamente lamento el desenlace. 卢克强调讲，并无所谓的医疗疏失，尾啊愈讲愈激动，佮讲甲后更甜。El que busca responsable está perdiendo de foco la gente que hizo las cosas bien, que intentó ayudarlo y sacrificó mucho, porque ahora mirá a mi mujer allá atrás, mis hijos, y tuvo un sacrificio fuerte, muy fuerte, muy fuerte. 卢克表示，这个月12，伫咧手术结束8天了后，马拉多纳就要求讲要回去厝里接受规天24小时的医疗照顾。啊，毋过伊应该去复健中心接受后续的治疗。不过马拉多纳拒绝这项建议。另外，伊心脏病发作的时阵是安怎处理无机器会当急救？门卡口是安怎无救护车抬病？卢克认为讲这拢是疑点，啊，毋过相关事项的安排并毋是伊的责任。其实马拉多纳的律师早1点嘛指控。救护车伫咧救命电话卡出去半点外钟了后才来，第四急救受到延误，要求针对这项代志来进行调查，而且初步验尸的报告确定，马拉多纳是伫咧困的时阵，因为急性肺水肿甲慢性心脏衰竭转来死去。警方等咧等待毒理学的测试结果出来，目前是向非自愿误杀的方向来侦办。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镜头来泰国民众前几天发动大游行，去军营头前反对政变，民众嘛要求泰王要放弃控制军队，由民选的政府来换国家。真侪示威民众提有管起的塑胶鸭，伫咧曼谷的街路抗议，因行来到属于皇家卫队的陆军第11步兵团营区的头前，抗议泰王透过军队来增加权力。示威的民众发出声明指出，军队是属于人民，唔是泰王，国王无负责指挥軍隊。หน้าที่ในการดูแลกำลังพลถวาย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อะไรก็ตามเนี่ยมันหน้าที่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ที่ประชาชนต้องเป็นคนเลือกนะครับผมดังนั้นการที่กษัตริย์จะลงมาบังคับบัญชาโดยตรงเนี่ยถือว่าเป็นการแทรกแซงก้าวไก่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และเป็นการครอบงำและเป็นการขยายพระราชอำนาจจนไปทับกับอำนาจ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เพราะทหารต้องเป็น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ไม่ใช่ของกษัตริย์示威的民众指控，自1932年结束军王专制统治以来，泰国军方已经伫咧王室的支持之下，成功发动13届政变。军人出身的总理帕拉育其实是王室的走狗。啊，若是第11步兵团，是捌伫咧2019年伫暗反建制抗击活动，对抗争继续发展。示威民众嘛烦恼讲，佫一届发生政变。การที่เรามาขอร้องเรามองว่าการมาที่รอบ11นี้คือการขอร้องให้เขาหยุดที่จะมีความคิดว่าจะก่อรัฐประหารค่ะ帕拉育虽然强调讲袂发生政变，嘛袂实施戒严，啊，毋过顶礼拜警方已经以宪法112条冒犯君主罪罪名传唤12个主要抗议的领袖。就算讲是安尼，礼拜这场抗争活动，同款是有真侪民众来响应，双方并无造成闹血冲突。啊，若是去互传唤的5个抗争领袖，拜去警察局报道的时阵嘛强调讲，三大诉求无实现进程，抗争行动会继续坚持落去。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选调美国总统的拜登当咧找团队，伊找新的新闻联络团队全部拢是女性，这嘛是北京的头一摆。另外一方面，美国大川任期只剩50多天，伊接受电视专访的时，伊是表示讲，伊会继续拍官司，就算官司真好拍。
川普法律团队开300万美金，伫威斯康辛州2个上大的郡所提起的重新计票结果立稿出来，确定投予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的票比川普加出2万多张。这是继续密西根、乔治亚、亚利桑那、宾州、内华达州了后，搁一个红转蓝的关键的州。川普已经接受福斯财经新闻台主播玛利亚·巴蒂罗莫的专访，伊承认主张的选举作弊案今下拍到最高法院，也毋过伊未放弃，将坚持半年。Going to use 125% of my energy to do it. You need a judge that's willing to hear a case. You need a Supreme Court that's willing to make a real big decision based on everything that it's not like you're going to change my mind. In other words, my mind will not change in 6 months. 法律专家拢认为，川普提出来的司法诉讼，伫无确实证据的情况，根本无机会成功。伊的主要用意可能是要迫害大众对选举的信任度。民调显示，多数的共和党人认为川普赢得大选，就算无证据，因也相信这摆的大选防不着啊。另外，伫民主党拜登和引来交接团队方面，拜登立稿任命一组全部由女性组成的知青新闻联络团队，开创白宫先例。白宫新闻秘书将由竞选团队发言人，同时也是要担任奥巴马政府白宫联络室主任甲国务院发言人的侦查期责任。竞选团队的副公关主任凯特·贝丁菲尔德将担任拜登的白宫联络室主任。拜登迄天一个传出伫厝内甲狗仔算盘倒，脚崴着意外，经过诊所检查，发现有骨头支气，未来几礼拜拢需要请高种下来治疗。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一个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 CNN 上新的报道，民主党伫18月总统大选收到新台票91亿无签名的捐款，这是共和党的2倍。来看2020，全世界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美国权威的字典《威氏字典》发表代表2020的年度英文字 pandemic， 华文的意思是大流行。苏格兰捌伫2014年举办独立公投，也毋过是失败。即马苏格兰各有官员提出希望伫明年搁推动一摆独立公投，无排除要上诉到最高法院。镜头转来国内，咱来关心最近有风声讲故宫要改名，也毋过文化部长李永德甲故宫的院长拢有对外背会。有国民党的立委是认为讲，甲故宫降级是意识形态的代志，是要去掉中国化。李永德是应讲，若是要甲故宫改组，这是要甲国际来直接以尊重专业。故宫敢真正要改名，引起国民党、民进党的敏感神经。国民党立委林奕华质疑，互故宫隶属在文化部下面，唔拿降级，更加是为着去中国化。今天真的很难以想象，当初在陈水扁时代是想把它提升隶属在总统府之下，但是现在我觉得根本就是完全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现在要把它降级成为3级机关，甚至还有改名的可能。那会改成华夏博物馆？哦，这个是绝对没有讨论过，绝对没有讨论过，对。李永德强调，绝对无讨论改名，并且指出故宫存在形式，计其才是政治的考虑。这阵是希望回归到专业的层面。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故宫，一个博物馆，虽然它是一个国际前5大的博物馆，但是没有一个博物馆，它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部会。我讲故宫，它是一个专业治理的单位，它不是一个政策制定的单位。李永德认为，无论故宫是不是改组，在世界形象甲地位也是同款，无去中国化的问题。伊也指出，研究全世界前10大博物馆，其实拢由文化部来统筹。故宫改组是为了甲国际连接，回归专业。而故宫院长吴密察早起出席审查故宫预算委员会，对故宫改组甚至改名风波也做出回应。故宫绝对没有改名的问题。在文化部门底下的时候，是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都有所谓的闭据原则，也就是让行政机关手伸出去的时候，不会直接达到该博物馆的内部。而故宫若是未来真正改组，院长任命这问题咧。吴密察表示讲，家己无方便加讲什么，不过也强调会尊重行政院决定，更加袂互行政层级干扰博物馆的专业。记者综合报道。
那社会上另外一个争议，这是中天新闻台换执照无通过。中天北部已经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解处分，希望暂时保留52台。昨昏有开准备庭，中天是强调新闻自由，不过 NCC 的律师嘛大争议，讲若准法院照中天的意思，等于是破坏换执照的制度。NCC 进前驳回中天新闻台的申请，无要互伊换照。中天新闻台会伫12月11日后失去频道的执照，所以嘛袂当播出。不过中天不服，向法院申请解处分，希望暂时保留，会当继续使用52台频道的执照。这个案件30头一届开庭，双方是互相无要相让。中天的委任律师主张中天希望伫解处分结果出来进前，继续经营52频道，而且频道袂当提供予其他业者来使用，避免中天发生违约的纠纷。抑阁主张听证庭事违反行政庭事法，嘛强调讲，这个案件有保障言论甲新闻自由的意义，嘛保障员工的生活。中天新闻的这个案子呢，对于台湾的言论市场跟新闻自由的伤害跟冲击是非常重大的。我们也希望司法成为捍卫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过 ，NCC 的委任律师是主张讲，依法来审查，这是维护新闻的自由。中天的执照无法度展延，自然嘛无法度请求权利保护。若是暂时允准中天经营，嘛会破坏换照的制度。因那 NCC 的主委陈耀雄早起去立法院备询表示，唔知影解处分要偌久才会有结果。若是以目前的进度，52频道可能会变做空的频道。因为系统业者现在陆续有报进来，他们要取掉的频道，有的是送，比如说有的是送寰宇，有的是送 CNN， 有的是单纯下架都有可能。那如果时间上可能如果来不及的话，这个部分来讲就会变成空屏。因那准备要开庭的过程当中，有政治团体去现场抗议，主张支持中天，就是支持新闻自由。另外，一直到开庭结束了后，两边的委任律师拢无接受媒体的访问。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加强监视器的数量，增加安全度，台中市政府即马伫社区内底试办甲有线电视业者合作，利用网络到监视系统。不过有民众就认为讲，监视器的机房即马毋是设伫公家机关，安尼有资讯安全甲隐私的问题。巷仔内底电话条啊，采几支镜头，也毋过详细看一个路口的监视机，这边有一支对着道路，另外一支是对着民众的厝门口。原来这个镜头是当地有线电视工程人员装设的，也毋过当地里长讲，毋知影啥物时阵装的位置，也无甲当地沟通。机房也设伫有线电视业者的机房，治安可能外泄。毋是政府的哦，毋是警察机关的哦，是私人的。如果讲要针对你无针对一个人，就得我该调度出来啊。机房会不会因为了私人的一个领域而被有心人士来变卖了？就是说，把这个系统给你啊，你以后就可以登录自己去看你想要看的一个部分。李长表示，警方的监视器大部分拢是采伫重要路口，也是治安死角。有线电视业者的监视器伫公共空间虽然有必要性，也毋过密集度无平均，搁挖近边界，难免互民众心理烦恼。政府表示，这是今年甲有线电视业者合作，利用现有的光纤架设，保证第三区市办用于是咧弥补公有监视器的不足。也毋过期望架设伫系统业者迄边，政府表示未来将会刷到公所。架设那些摄影镜头。我们都不用去维护，镜头也是我们跟他租的，他也有签保密协定，他不可以乱用这些资料出去。等于是承办市政府的东西，它就有视同公务。台中市府表示，条款画面也爱经过申请，未有治安外泄纪律。系统业者透过声明表示，除了有设置防火墙，光纤网络也是独立专线，无法度透过外部 IP 侵入。也毋过会加强甲民众沟通，调整位置，检验义如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昨下晡伫南投仁爱乡发生一站游览车并且意外，是一台20人座游览车，车顶20个人受轻重伤，有一个人死亡，车祸原因也在调查。20人座的中型巴士倒伫对向车道被救出来，乘客坐伫路边等待救援。下坡突然间刹车都没有。我就沿路靠那个护栏就翻车啊！你看那边都是刹车，都是滑的那个痕迹啊。受伤的乘客表示，因是家族旅游，代志发生时阵当咧休困，只感觉车速真紧，一阵乌天暗地，车都已经变过。
突然间好像失控就一直倒。是家庭旅游来这边看枫叶。意外发生伫30中到12点36分，这台中型巴士经过埔里往后万代方向，到站十号道路1.5公里的所在无驶离兵车，车顶21人，有15人轻伤，5人重伤。57岁姓黄的查甫乘客伫兵车时阵被弹出车外，送医不治。1、2、3。由高雄来的那个旅行团还不慎翻车，受伤的部分分别那个11个人送埔里基督教荣民医院，9个人送埔里荣民医院。受伤的一家人是30早起6点半为高雄出发，到南投一日游。这台7点5吨的中巴，2012年2月出厂，这个月初10才拄啊保养过，有特别进行大档啊调整。这台车有21摆违规的记录，驾驶本身有几啊摆驶私人车辆的违规记录。公路总局也确认，涉任的驾驶并无超时工作的问题，因为事故的地点是伫山路西外所在，肇事原因是车速伤紧、路面景点，也是车辆本身的问题。检警将针对车顶的行车记录器甲相关证书厘清事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中捷运进前在试营运的是各样。台中市政府即马是表示讲，当时会好，目前无时间表。因为台中捷运的绿线是台北市捷运工程局冇去做的，伊嘛表示会请第三单位来做检测。因为连接器的特性断去，互台中捷运绿线试营运紧急冻点。这个月2日，台中捷运绿线的列车发生这个状况了后，台中捷运会同时间的台北捷运工程局甲日本原厂川崎重工业检测所有捷运连接器的特性，所发现另外一架车嘛有同款特性断去的问题。6个轴心啊，有拆卸不下来的问题。那特别是拆卸不下来的轴心当中啊，有一列在近日因为在调度，把那从维修厂调度到驻车场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又有类似第一辆相同的这个断裂的一个情况。台中捷运表示，23开始检测18架车的特性，到2月为止，有30支是正常的，6支无法度拆落来，有2支特性断去，而且有问题拢是日本原装进口的。虽然台北捷运工程局提出报告，嘛直接换新的，不过台中市府认为有系统性的问题，要求重新搁做全面性的检测。我们认为说，在日本组装的那一组是不是有些问题？那也希望北捷能够就系统性的问题来答复我们。在这些问题水落石出、完全澄清以前，我们不会为了通车而通车。更进一步的那个材料检验譬如有它的机项检验啦、拉力啦，它的那个硬度，全部都要做。前车队的那个连接器确定都没有问题以后，我们才会向台中市政府报告。卢秀燕强调讲，安全比通车更加重要。目前通车甲试营运并无时停表。也拿台北捷运表示，除了请第三方公证单位做破坏性的检测，找出原因来做改善，嘛要求川崎重工业定36支新的特性，用上紧的速度送来台湾替换，再搁做运转的测试。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出门佚佗自由行上惊拄着问题，无人问，走投无路。为着要解决游客疑难杂症，交通部的观光局伫一寡景点拢有设照门站。台北县国家风景管理处即马阁邀请在地店头拍影片，希望民众去东港佚佗的时拄着问题免歹势，照问一下就当解决。来，对面有一家很好吃哦。影片当中，一个一个亲切的笑容，是出外旅游的时拄着困难上好的帮衬。现代网络甲交通拢真发达，游览的形式已经无限制伫队团游览，真侪人介意自由行会当随时变换行程。不过自由行无导游，若拄着问题，就爱家己想办法处理。所以观光局就成立，互游客会当照问一个照问站，解决游客疑难杂症。观光局成立借问，有些人会比较不好意思嘛，那有个指标说这边就可以让你借问，怎么有好吃的好玩的好买的东西都可以来。唔单单是找无路的事，会当来问看爱对倒位行，甚至连手机也无电，无网络通好联络朋友，想无要食啥时，照问站拢会当斗3天。虽然有遮尔好的服务，不过真侪游客唔知影。所以，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拍一支影片，邀请在地亲切的店家做主角，
行销大东港地区的照门站。一方面也是我们南部人，他就是他的特点就是热情。广告当然用意就是也是希望让人家知道说，哦，这里有这么优质的借问站。品管处毋望透过广告宣传，毋敢若是互民众知影，拄到问题会当找照门站斗3工。若邀请大家去佚佗，就算拄到问题嘛免歹势，随时会当照问一下，感受东港的热情。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第二村有一个名叫做李顺的阿伯，今年82岁啊，伊住伫无水无电的部落已经超过1甲子。因为村民发现讲，已经有2个月拢无看到阿伯啊，赶紧找物资去山顶找找，看到阿伯身体勇健，就放心啊。南投县信义乡的巴库拉斯有一个叫做李顺的阿伯，今年82岁，因为喜山，伊对18岁就开始住伫深山内。我爱山，我就甲山。假算讲，离袂开是山了就对啦。啊，都市我就无法度咧。虽然讲是稳基，毋过有真侪爬山游客会来家己看，而且伊伫山内嘛有真侪代志通做。当地村民也讲，阿伯是一个足大方的人。啊，看到人家来欢喜啊！哇，人家来看我足好客啊！啊，我就拢山顶烤药草，啊有当时啊就摕草药啊，吼，啊就有当时啊就挽野菜。啊，安尼，敢若有米，一个有盐、有油，安尼我就生活哩。那他也对我们部落的一些我们的朋友、亲朋好友也是非常的大方，这样子。有什么东西，山上有什么东西，他也是愿意拿下来跟我们分享。原本这是一个无水无电的所在，阿伯就安尼过60年，一直到几当前，附近的民俗业者提伊到太阳顶帮。阿伯厝总算是有光啊，变搁靠电土点灯。你听讲你家本地无水无电吼，生活起来。无方便。无方便点电土啊？迄电土迄个温金少迄电土啦。习惯啊，习惯啊，将一站中央节时，村民则坐物资上山去探望阿伯，因为因已经2个多月无看到伊啊。加在阿伯身体也是同款勇健，村民拢真放心。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阿顺伯下山了，我们想说，先上来探访一下，看看阿顺伯这2个月没有下山的原因是什么？原来是说啊，他也懒得，可能年纪也是有到了啦，所以说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体力，就是会走下山，可能就是需要像我们这些部落的，就是我们的朋友这样子，有机会上来去把它载下山。阿伯深山生活是真心实，看到一个人客，伊拢真欢喜，伊嘛希望村民常常来佚佗，互大家感受到伊好客一面。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政府为着要团结社区，有推出计划，找一寡有经验的社区，带无经验的社区开课程。亲像斗六的北德社区，就指导润丰社区开课程，教时大人师。济阿公阿嬷摕空的牛铃杆仔，也是铁挂，当咧拍节奏，头前的人师就对咧跳。这是云林斗六的润丰社区，配合县政府当咧推出的社区计划所举办的人师活动。今天来这里边教那个朗塞的活动哈，我们大家玩得很高兴。第一拜朗塞哈，都有塞尾呢哈。大哥他是往前走，我就往前走，他往退后我就跟着退后这样子。这个计划目的就是要提升社区的向心力。这摆是有丰富经验的北德社区，带拄要起步的润丰社区，透过简单的朗塞，让阿公阿嬷生家真欢喜。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润丰社区来带动朗塞，朗塞充满着喜气。巴德来讲，他们是已经参加过全省的金卓越社区的已经得到卓越奖嘛。那我们润丰社区目前来讲，这方面比较不足啦所以我们就参加今年度的我们的小旗舰计划，由我们的巴德社区来带领我们润丰社区。斗六市长也表示讲，斗六市伫这个计划内底，拢摕到真好的成绩，看到社区的成长，伊也是真感动。目前这个计划已经伫11月结束啊。透过社区的上课可以让我们的小旗舰计划更落实从这个活动当中训练大家的团结跟向心力跟社区的凝结力。透过这个活动，唔但会使学新的物件，让生活更加精彩。另外，也通增加对社区的认同，实在是一兼二顾。记者综合报道。新外消息来关心，屏东马家乡的部落风景真水，阁有石板厝的遗迹，真城
声真侪观光客行骹到。因过人济本数就济，破坏嘛济，所以当地乡公所甲代表会即马通过驻地条例，因宣布讲对明年开始要做人数的管制，去马家乡看风景爱收钱。为屏东马家游客中心做起点，向顶悬行这条专五道路是通往旧马家、美人腿瀑布，也甲旧法湾部落这个所在一定要经过的所在，沿路风景真水。不过明年元旦开始，这条路会设管制站，要入去需要统一一公所的接驳巴士，收30至80不等的清洁费。好奇，然后会去拿我们的去动那些东西，或许收费是在筛选这些入山的客人。人数你可以管制啊，你可以预约啊，或者是散客管制散客的人数啊，但是你要收费我就不认同了。游客认为会当管制人数，应该减收还是免收费。不过马家乡公所其实也有考量，专五道路甲通往旧法湾的道路，即马拢由乡公所伫维护。若是天灾路歹去，维修费卡袂到1000万，收费加减会当补贴维护费用。许多的游客就喜欢到我们这一带呢，上山去看风景。那每一次呢，都带来了大量的垃圾啊。我们是打算比照阿朗伊古道的模式啊，就是都采取网络预约。马家假日一天差不多有500至1000个游客来算，关节了后，专五道路一天敢若开放250位网友预约的人客。因为山友对收费的规定真不满，公所表示会搁召开协调会，希望会当讨论出双方会当接受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万冬稻仔已经收成，也毋过政府规定袂使烧稻草，所以台东的农改场就替农民想办法，让稻草再利用。稻仔挂好，田里拢招稻草。过去捌建议农民甲放互喙做肥料，毋过稻草伤济，就处理袂完。尤其是二期稻作、甲翻转年一期稻作，浪伤短，这种方式无法度有效互稻草变肥料，农民也是真困扰。到时候打架马上掉下来，如果你像这个很长的话。待会在火袋里面满起来的，没帮我打了。台东区农业改良场为了提供农民更加多元稻草循环再利用的方法，30伫台东县种稻仔面积有将近4000公顷的关山镇，调集农民来示范将收集到的稻草编做草球啊，铺伫果园甲菜园的地面，保湿佮保温，会当减少杂草生长，帮助产干管理。现在呢，也有一种稻草编织机呢，这个在如果编织好以后啊。我们整个要铺的话，那个速度会更快。另外一种方式是用稻草捆包机开入去田里收集稻草，直接捆做一包一包。目前台东县的农机业者协助农民拍包，敢若收一捆100块的工钱，不过囤地倒也是问题。关山镇农会美国学校特别提供场地，向农民来收工，蹲做稻草卖场来做游客的游乐场。如果能够创造一个堆置的场所，让农民在大量收集稻草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个地方堆置。偏燕方讲，目前敢若囤2分地的稻草包，也有6分地的面积，会当提供农民来垦。未来这稻草包也会当互需要的农民，也是民众来取用，摕来做肥，也是天然的农业材料。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邦寮日军留落来的石头埕，因为要起太阳能发电厂，引起当地人的抗争。前几日有民众伫石头埕附近发现5粒微波弹，但已经挖出2粒，民众惊会爆炸，要求业者先停工。2颗在这里，那下来再差这么1-2公尺，也就在这个地方。发现微波弹的师傅带阮来到前一天发现微波弹的现场，想袂到伫土骹又搁有发现。真的有一颗嘞！有一颗。是吗？真的有一颗啊！小连续伫江一位附近挖出2粒新鲜的炮弹，加上29迄天挖到的5粒，拢总有7粒。较大的所在下底唔知影敢阁有。民众怀疑这个土可能是山头迄边咧施工的供电业者倒伫遮的。未来这块地嘛要开发，互因真惊吓。也是会担心。因为其实这个整个区域，整个山区的区域是2战那个日本时代他们在这里作战的那个军事要塞。可能狮头营全区都有未爆弹，甚至更大口径的炮弹。那么在挖掘的这一个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误触到底火，可能就会有这个爆炸的风险，那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
那我们是呼吁说，相关单位尽速全面停工，然后做一个区域的调查。当地民众表示，这原地是私人地，最近是民众来这看日军的石头营，山以外发现这么侪微爆弹，到底炮弹是倒位来的？军方已经提转去鉴定，确定是60公里迫击炮的炮弹，因为时间伤久长，外壳引信拢损害，无安全的问题。连续发现微爆弹，附近村民甲民代留布条来到供电厂头前的路口，准备封路抗议。不一定要在这个2站石头营的这个地方来种电，更何况我们有发现到很多的未爆弹。不过业者表示，发现炮弹的所在不是业者的土地，遐个土嘛不是因盗的。另外，目前因的时间嘛唔捌挖出微爆弹，因会配合县府的文字审计，嘛希望民众会当理解。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屏东报道。第二本看榜，咱来看台中新文化协会最近发行台湾头一本咧讲27部队的红仔册，而且是配合228事件当当年意见的背景，所以是邀请台文老师用台文来出版。咱去早起，阿妈竟然互祖国的阿山顶拍死。27部队这本放假的台文翻译老师，用迄当阵的开口念红仔图内底的口白，希望大家通过较了解这件发生伫咧台中的历史事件。咱做这个工作，就是所有台湾的传承啦，吼嘛保障咱台中这块历史。我想阮迄当阵我要做的就是安，而且迄个红仔图已经互你真容易、真简单，就当知迄个故事啊，干那查迄句话，啊，就是安尼甲讲出来尔嘛，嘿。228事件迄当阵，台中有一群少年人组织一个合作27部队的民间武装队伍对抗政府。台中新文化协会为着要互人了解这段历史，选择用较好读的红仔图来表达，而且佫使用台语还原当时的背景。台语弄进来之后啊，就发现它其实比较吻合这整个剧情，这人物，因为当时的人物就是在讲台语啊。那你用台语就更贴合历史啊，因为历史漫画就是要重现原来的样貌嘛。但咱台湾在还原历史真相内底，还佫有一个真重要的工作，就是咱要徛伫个台湾主体、人民主体的这个角度内底，把咱的历史的假说权改摕倒转去。新文化协会嘛指出，因为要完整呈现一段历史，所以因有整理真侪资料，即摆发表的27部队是上集。暗算明年在进程会完成下集，希望民众透过放假详细了解228事件当中27部队守护家园的故事。记者梁慧婷，台中报道。来看，香港是全世界上界高端的枪卡湾，资本住伫巴基斯坦的动物园，伊敢若一只孤孤单单。也毋过伫动保团体甲美国歌手雪儿斗3工之下，这只枪已经奉送去柬埔寨，送去枪的保育园区，甲其他的枪做伙生活，袂阁孤单。美国歌手雪儿亲身来迎接，还佫佛教会上祝福，而且这支大队嘛有准备今朝要回家。卡湾这只枪总算到柬埔寨先理机场，自即马开始离开寂寞甲真歹的生活环境。啊，毋过卡湾甲人类共款，在飞行机进前有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红安置伫咧真大型的空运铁柜仔内底，飞行时间是7点钟。随行的兽医表示，卡湾毋惊坐飞行机，会当食嘛会当困。He needs to have a good foot care program because the flooring in the enclosure here in Islamabad was not species appropriate for him, so that ruined his feet. So we have to really work on his feet. But other than that, he's a healthy elephant. He's fit to travel. 长期伫注意卡湾状况的美国歌手雪儿，伫2016年知影卡湾的生活真稀微。迄当阵卡湾住伫咧动物园内底，空间是下尖尖，而且去互铁链拔掉咧，毋但体重超过标准，营养佫不良，增加伤过长来长去，而且佫出现精神压力伤大的家己虐待家己的行为。2012年失去伴侣了后，卡湾就一直生活伫咧寂寞甲真歹的条件之下。这个动物园今年5月份去互法院命令关起来，雪儿甲动保团体就积极来请兵。卡湾嘛伫咧今年9月份核准刷叮当，雪儿伫咧巴基斯坦送机，佫随飞去柬埔寨等。I will see a bigger place where we'll have other place where he could be an elephant. He will be with other elephants. He will be with other Asiatic female elephants. He will have finally a family after all these years.
为着保护遗传的多样性，保育园区有3只树堡。今年35岁卡湾有新的同伴，总算袂阁感觉孤单。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受疫情影响，今年的耶诞节甲英国无啥共，无法度出门过节，只好踮厝内。地区最近耶诞树的生理呛滚。耶诞树赶伫咧感恩节进前送入去北京，若是早伫11月中，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就已经有采耶诞树。美国虽然受到疫情关卡，毋过耶诞节也是爱过。今年大家为着配合防疫，拢取消旅游的计划，敢若选择伫咧厝内庆祝，所以这个时阵耶诞树就真重要。美国耶诞树上大的产地奥勒冈州的业者讲，今年的需求增加，生理电都是变好，估计敢若奥勒冈州得卖出600万张。15 to 20 million Americans will be at home this year rather than traveling, and as a result of that, they will be decorating their homes where in the past they enjoyed that as someone else's home. 业者表示，有150至200的美国民众伫咧感恩节前1礼拜就开始买耶诞树，买树仔的热潮会一直延续到12月中。若是去年买塑胶做的耶诞树的民众是占2成外，今年这寡人嘛改变心意，改话买这种更较有气氛的真正的树仔。伫咧便宜做护士的塞罗斯，都带因翁甲囡仔，全身来农场经这个青的耶诞树，要来做为了家己这1年以来辛苦对抗疫情的礼物。It's nice to have home be a separate, safe space from the hospital, and whether we can have a gathering with family or not, I know we'll have our own little tree with the purple lights, and it'll be something small to look forward to. 有耶诞树了后，负责送礼物的耶诞老人嘛一定爱有，毋过共款考虑到避免群组感染，英国定定伫咧百货公司甲庆祝场合，甲囡仔面对面互动的耶诞老人，今年就一定爱刷去线顶。英国一间耶诞老人的俱乐部，就开发一个 App， 希望透过视讯电话，互囡仔伫咧线顶会当甲耶诞老人见面。毋过伫咧进前，因爱先做一寡功课。Santa's very old and crotchety sometimes, and this new IT can be a little bit difficult for an old dog to learn. But I've got there, and every child can have a visit. So I'm very pleased to be able to say that. 虽然疫情伫咧关卡，毋过大家也是想出各种变通的办法，希望甲厝内的人快乐平安度过耶诞节。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来关心环境，芬兰有一款矿物质是电动车的电池仔所需要原料。芬兰嘛是欧盟唯一一个有生产这款矿物质的国家。为了环保，即马全世界电动车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芬兰是把握机会、把握优势来挖矿，虽然碳爸爸，毋过即马嘛引起破坏天然环境的批评。工作人员伫咧组装电池，即个拢会装伫咧电动汽车引领挂内面。即马大家注重环保，提倡绿能，要用电动车代替用油的汽车，带动电动车电池的需求也愈来愈悬。芬兰政府今年就已经投资3亿欧元到电池相关产业，就着国内专业的人才，希望伫咧电池产业会当做上大。We are very sure that if looking the next 20 years, 30 years, it's a safe bet. These technologies, which are based on lithium-ion batteries in EVs, is a winning technology for the next 2 to 3 decades at least. 芬兰是欧盟国家内面唯一有制造电池材料所需要矿物的国家。伊验算内有正丰富的钴、甲锂这2种金属，当局打算充分利用因特别的优势，开7个新的采矿点。不过这代表一定程度的破坏自然环境。芬兰是以大片的森林、多元的野生动物加元素的鹅为骄傲的国家，未大量采矿引起环保团体不满。Siis näitä mineraaleja nyt tarvitaan. Emme tiedä, tarvitaanko 15 vuoden päästä, mikä on sitten akkuteknologia silloin. Että se on tietenkin veikkausta tulevaisuuden teknologialla. Mutta meidän käsityksen mukaan niin Terrafamen kaivoksella tätä tuotetta ei voida ympäristövastuullisesti. 2012年，Terrafame的矿场就爆发生过有毒的金属外漏，影响当地水源的代志。伫矿场换主人了，公告即马拢无过发生这种代志。矿场隔壁正伫咧起电池化工提炼厂，完工了会让真侪世界上上大，提每年100万粒的汽车电池提炼需要的硫酸镍加硫酸钴。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受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宜兰、花莲今仔日雨会较粗，新竹以南是侪云到好天。
那明仔载东北季风会略略减弱，温度会小可回升。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到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